下一節退出北約，退出北約已經係勢在必行。所以你見到中東頭先佢講嘅演說係冇北約粉，亦都冇，而針對英國嘅打擊係最重要嘅。北約係一個聯盟，但係唔係盟友。全球最高標準嘅聯盟係美英聯盟或者英美聯盟。退出北約已經成為咗事實，係冇回頭箭。因為你嚟到呢一度，你睇到曼斯出聲，川普出聲，海格塞斯出聲，仲有盧比奧講說話好重，就係你哋唔係盟友，你哋需要嘅時候我嚟。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美國佬赤膊上陣，係歐洲嘅戰爭。如果大家讀過世界歷史，第一次世界大戰係唔關東南亞事，冇非洲份，係你歐洲嘅戰爭。只不過多國參與，你俾人打到仆街嘅時候，美國佬企喺你側邊收拾咗你。頭先川普講到好簡單，打咗年幾。多謝，請飲咖啡。係咪啊？第二係乜嘢？亞洲係乜嘢？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歐洲要滅亡。英國嘅丘吉爾裝彈弓，佢哋接收到日本嘅偷襲珍珠港嘅電信，冇話俾美國聽，造成咗美國喺珍珠港有重大嘅傷亡，亦都令到美國參與嘅就係太平洋戰爭。丘吉爾去到見羅斯福，懇求羅斯福出兵，令到歐洲可以重復光景。打到頹垣敗瓦嘅時候，川普對唔住，喺美國用米歇爾計劃幫歐洲重建，而最重要嘅就係關稅。歐洲嘅貨品入美國，美國購買力去買歐洲嘅貨品，令到佢哋重回製造業。而美國嘅貨品去歐洲嘅關稅係不對等咗幾十年，佢令到歐洲強大重新起嚟，跟住保護歐洲。當日嘅艾森豪威爾講得啱，1951年佢講，如果美國10年之後仲要駐兵喺歐洲嘅話，就係歐洲嘅人冇卵用，冇骨氣，企唔直。今日係做緊，係咪？佢講清講楚，包括俄烏戰爭。你話拜登有冇幫手？佢代表美國，佢真係抌咗3000億俾你，你唔好講佢有冇回扣先。即係你歐洲有事，美國係有幫手。時至今日，某程度美國都仲幫緊烏克蘭，包括調停俄烏戰爭普京。但係你哋不停污名化佢，尤其澤連斯基。盧比奧講得好清楚，我哋只不過一個調停人，你哋開條件，我哋做中間人嘅啫。唔好成日話我逼你攞土地交換，你攞唔攞土地交換係你事實，講到明就係最終決定係你烏克蘭，你唔肯嘅我冇辦法強迫到你做任何嘅嘢。唔好話我哋逼你攞頓巴斯地區，俄羅斯要求我話俾你聽，你覆我，我做一個遞信人話翻俾佢聽，美國喺呢度係調停角色，中間人。並冇施壓俾你澤連斯基，但係澤連斯基不停咁樣渲染嘅就係美國出賣烏克蘭。呢個亦都係睇到外國嘅所謂嘅國際線嘅 KOL 不停咁樣鬧川普嘅其中一個原因。對於一個推銷員、一個大賊、一個小偷，佢講嘅嘢
變成咗金科玉律，只不過因為佢哋左傾思想，佢係雞蛋，普京係高牆，所以美國川普係夾埋普京屈澤連斯基嘅呢種嘅講法係敘事嘅講法，當然有傳媒推波助瀾，包括 BBC。呢個就係點解川普直接鬧你呢啲所謂嘅主流傳媒，佢講得啱。喺2024年100% 嘅主流傳媒係假新聞，對佢抹黑攻擊，去到今日仲有93%，只有7% 嘅主流傳媒報導係公正性嘅。退出北約，由盧比奧，唔係川普，由盧比奧已經講咗俾你聽，呢個聯盟我哋唔需要，唔係川普講，係盧比奧講。盧比奧係國務卿，佢對於外事，即係外交所有嘅事都關佢事，佢一次過同你講清講楚，你唔好嚟，好明確嘅。你就見到英國施紀賢同埋澳洲嘅噏口唇邊，澳洲嘅總理係突然間好似即係老人痴呆，對唔住啊！澳洲嘅總理佢哋發表聲明，係咪啊？喺今日你哋所有嘅保護係美軍嘅保護，你哋所有嘅軍事基地都有美軍嘅進駐。今日你話俾美國佬聽，佢唔用得，甚至禁止用你哋嘅基地，包括你哋嘅領空。你唔係唔幫手，而係你喺呢度懟川普一刀，鮮血淋漓。所以你見到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提出美軍基地由歐洲搬嚟以色列。今日傳，當然係傳，就係消息人士話川普考慮喺伊朗戰爭完咗之後全面喺歐洲撤軍，尤其德國嗰56000兵力。以後普京同你哋係你哋嘅瓜葛，你用唔用佢嘅石油係你哋嘅事。烏克蘭將會成為孤兒仔，咁就大家打10年8年，我睇下你歐洲有幾多嘅子彈喺呢度。俄羅斯問題最主要嘅，對於美國嚟講唔關佢事嘅時候，仲有助於佢打擊中國。咁係咁嘅話，北約係唔應該存在。北約係為乜嘢存在？北約本身就係為蘇聯而存在，面對嘅係當日嘅華沙公約組織。所以你有北約，佢有華沙，但係當蘇聯解體嘅時候，華沙公約不復存在，其實北約就已經應該解散，唔應該喺度，因為你冇咗主要嘅敵人。但係你見到嘅一如既往揾着數，今日公開頂你呢度有3個人。第一個馬龍而家身在日本，同高市早苗笑晒簽訂嘅乜嘢防衛，跟住咧就希望高市早苗咧協同嘅就係稀土，所謂嘅礦產協議，簽呢啲有乜意思啊？係咪啊？你憑乜嘢要做老大啊？你同高市早苗咪就係賣佢嘅礦產咯，賣佢嘅稀土咯。你嘅影響力係零，喺稀土上高你冇話語權，喺軍事力量上高你冇話語權，仲要做跳梁小丑。最新嘅就係同印度已經全面咁樣由中立國親美國，當佢親美國嘅時候，
你哋點樣做？法國喺呢個時候喺尋日公布斬斷咗陣風戰機，冇錯。印度係一個雜牌軍，佢有自己研發嘅武器，包括航母，佢用俄羅斯嘅武器，佢亦都用法國嘅武器。美國武器因為你唔係盟友，美國未必賣俾你，但係當佢要陣風戰機買咗你落嚟，佢升級，因為點解啊？因為武器係一套套嘅，即係如果你用 F-35，你其他嘅設備、航空甲板，甚至各方面，你都要用埋美國嘅雷達、美國嘅所有嘅輔助軍備器材，你先至得㗎。係咪啊？你美國戰機你本身發射嘅，譬如巡航導彈，你就係要美式。但係佢買咗呢個陣風戰機，印度佢用嘅，即係譬如佢其他嘅設備，就根據你嘅陣風戰機去改造，符合陣風戰機嘅要求。結果馬克龍玩印度，喺呢個時候唔俾源代碼、原始碼佢，令到佢冇辦法更新，亦都冇辦法令到佢嘅軍備可以同陣風戰機連埋一齊。馬克龍就係一個小丑，係小丑之中嘅小丑。乜嘢叫做協議？抌咗佢啦！川普講得最啱，你哋又話嚟，到唔嚟又話嚟，跟住又話唔嚟，跟住日本打電話俾你哋，包埋施紀賢，跟住你哋16個國家，包括旅特，我哋嚟，跟住你哋發表聯合聲明，結果就係聲明啫，係咪啊？睇我做節目，大家都見到你點解大髀咁怒嘅，就係得個聲明，跟住咧聲明完咗啦，咁返屋企啦，講完咯，冇做，包括西班牙在內，唔肯又肯，跟住直接唔肯。法國馬克龍亦都係，施紀賢都係，馬克龍更加截斷咗嘅就係以色列使用佢哋嘅航空領域。結果以色列即時斬斷同佢嘅軍事合作，同埋購買佢嘅軍備。兩大陣營已經出咗嚟，包括印度已經對北約呢啲國家嘅不滿，所以馬克龍喺日本高市早苗同你笑晒，我唔覺得，雖然你都好快冇得撈。但係呢個就係法國喺呢度，你亦都見到梅洛尼。我好奇怪，就係點會咁做呢？結果尋日法國嘅國防部長佢否定咗梅洛尼嘅一啲，就係話我哋唔俾美軍喺西西里島用嘅軍事基地。因為呢個軍事基地佢本身設置嘅就係同梅洛尼簽署嘅，即係意大利政府簽署嘅就係一個防守協議。如果你要攻擊嘅話，要經過國會。但係今日意大利嘅國防部長話俾你聽，唔好曲解意思，我哋全部同美國係友好同盟，我哋唔會做一啲傷害盟友嘅事。轉態得幾快？轉態得幾快？尋日盧比奧一講，英國施紀賢馬上召集呢啲所謂嘅歐盟友好35個國家，將會喺歐洲時間嘅今朝開大會。究竟而家人哋話北約唔玩啦，人哋走啦，我哋點算啊？今晚稍後時間，
你睇到呢班人係點？而川普打擊英國，因為英國已經唔再係佢盟友。第一，已經中斷咗美國同英國嘅情報交換，所謂嘅五眼聯盟正式崩潰，一個加拿大，一個英國，呢啲唔係盟友，得返嘅就係澳洲同埋紐西蘭。咁當然有補充啦，聯盟嘅印度，甚至嘅就係日本。英國已經無路可逃，施紀賢已經玩爛咗，即係國際影響力，英國嘅國際影響力就係美國。乜嘢叫做美英同盟？當你唔企喺川普呢一邊就玩完。第二，你見到今時今日喺霍爾木茲海峽呢啲所謂嘅英國金融，尤其保險業，川普已經講到明，你唔保我哋保，將佢百年老店嘅一個重大嘅保險業撕咗落嚟。而貝森特更加講到明，我哋打呢場仗唔係石油嘅戰爭。貝森特佢接受訪問嘅時候，川普正在對英國控制嘅中央銀行發動經濟戰。當全世界都關注飛彈飛越伊朗上空嘅時候，川普真正嘅戰爭係更為深遠，一場針對英國嘅金融精英控制嘅中央銀行精準打擊。貝森特財長佢打破咗沉默，揭露咗呢場戰爭嘅第二場戰線，目標嘅就係英國控制中央銀行嘅權力。貝森特嘅言論揭示咗川普雙軌戰爭嘅戰略，喺霍爾木茲海峽上高發射飛彈，旨在切斷舊秩序嘅能源命脈，而暗中進行嘅就係經濟戰，就旨在瓦解由英國金融精英把持住中央銀行嘅權力架構。喺川普睇嚟，呢啲銀行唔單止係全球流動性嘅控制者，更加係全球主義精英用嚟壓制美國製造業復興嘅枷鎖。呢次唔單止一場貿易戰，更係一場從跨大西洋金融貴族手中攞返美元獨立嘅戰爭。貝森特係同你講咗，今日唔係淨係針對北約，最重要嘅我要搞垮你英國。川普一場仗，所有嘅目標好穩確，好明確。咁點樣可以解決？第一，霍爾木茲過去過百年嘅油船嘅保險，一年係400億嘅保金，佢打破咗你。第二，當整個石油包括中東控制在手，只要用美元交易，唔再用歐羅，唔再用英鎊，你哋嗰啲一文不值，美元獨大，打嘅係一場咁嘅戰爭。就係咁簡單，佢打到你七孔流血，佢打到你起唔到身。所以你見到施紀賢賴晒屎咁，喂，今晚我哋即係今朝啦，佢哋歐洲，我哋35個國家，我哋馬上要開。其實當日你已經決定退出歐盟，但係你英國又接近歐盟，你玩嘅係乜嘢把戲呢？退出咗歐盟，應該行自己獨立嘅路。英美同盟係過去呢100年世界和平嘅基石，但係你放棄咗自己。所以見到海外一班咁嘅 KOL， 即係好似嗰個所謂嘅趙公公，係咪啊？講嘅
川普係文盲，川普咧係一個一腳牛屎嘅農民，你講乜撚嘢啊？係咪啊？你講乜嘢啊？趙公公係咪啊？退出北約，我相信會成為咗一個真正嘅現實。答一答下低網友，由得俄羅斯同歐洲自己打餐飽，我係阿侵都嬲，係咪啊？美國太自由，假新聞冇代價，搬去日本，咁朋友又食又拎，仲要鬧人陷害現任嘅澳洲總理係阿爾巴尼斯啊，對唔住，係啊，噏到唇邊，咁我嘅譯音同你唔同，你譯音嘅就係安東尼艾班尼斯，咁我睇開嘅報道係阿爾巴尼斯，有陣時唔記得。噏到唇邊啊，其實好熟嚇，因為我對阿爾巴尼斯咧嘅觀感唔係好好嚇，同之前嘅莫里森即係咧嘅總理係兩個人。美軍搬去日本，美國遠離歐洲泥沼啊！俄本身唔係美國嘅頭號敵人。高市早苗同阿侵一出聲，佢真係要收皮。北約係口交部，冇錯。菠蘿雞靠黐，意大利都係新聞日日唔同，唔使咁勞氣，勞氣嘅即係你身邊梗有呢啲朋友，係咪啊？屌你老味，日日講到大仁大義，落到嚟咧，屌你老味就你食飯，佢食飯你找數，跟住靜雞雞去。大髀快啲去睇川普圖書館嘅英國旗有56粒星。英國就嚟俾施紀賢玩撚完，但施紀賢落台之後就發達變成咗英國首富啊，損害英國人利益。其實我問你，你英國人明知係咁，點解你哋唔反抗？係咪？英國知唔知自己係冇大郎？人哋俾面佢，以為自己好勁。人哋俾面你就好兄弟冇重咋，傻仔。普京同歐洲攬炒，係咪啊？其實都係好嘅。睇下先，趙公公傻咗，佢唔記得侵係飛黃騰達操生殺大權嘅主持，算啦呢班人。係咪啊？呢啲咁嘅博士真係，唉，我都考慮緊喺淘寶買翻個，跟住我叫我自己做黃博士都好。係啊，美俄合作，侵係好樂意嘅。當然，節目做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同大家講聲拜拜。